房嘅中古風戶型，我哋將動線同埋收納安排得明明白白。到底改咗啲乜嘢？呢條視頻帶大家分享下。原來廚房到餐台嘅位置，我哋需要兜一個大圈。咁我哋依家將廚房門改到我哋嘅左側，直接拉近咗我哋廚房到餐台嘅距離。上菜收拾一步到位。鞋櫃正對住咗我哋嘅餐台，每次我哋要入到餐廳先可以換鞋。咁愛乾淨嘅朋友就會有啲介意。玄關我哋依家做咗獨立嘅鞋櫃區，地下仲做咗一個落塵區。咁我哋換鞋、收納、除塵可以一站式搞掂。嚟到我哋書房，咁我哋將靠近客廳嘅呢一間房咧，做咗一個半開放式嘅書房區域。咁當你需要學習同埋辦公嘅時候咧，我哋只需要將門拉上，佢就秒變一個私密嘅學習空間。咁開放式嘅通透感同埋封閉式嘅專注感，我哋可以自由一鍵切換。咁無論係全家嘅互動定係獨自嘅充電，咁呢個設計都可以將整個空間價值拉滿，實用又有格調。主人房想間衣帽間又唔想太壓抑，今次我哋用咗半開放式嘅書台嚟到間呢個衣帽間，既能夠裝下你大量嘅衫，又唔會顯得空間太過擠迫，整個設計又顯得好有趣味性。採光通透、收納同埋空間感兩手足，主人房住得舒適又有格調。033房嘅朋友仔，如果你都想有咁嘅設計、咁嘅空間，咁你快啲嚟揾我哋啦！